詩歌推介榜，李浩然、李石宏。又嚟到星期五晚詩歌推介榜嘅時間，直播室裏邊除咗有 Clement， 有 CMDA 基督教音樂發展聯盟主席 Anthony 嘅。 Hello， 大家好。嗱，咁我哋叫詩歌推介榜啦，梗係想喺呢短短半個鐘頭嘅時間呢，同大家推介一啲熱門嘅新嘅基督教歌曲啦。咁當然有啲人會話啲詩歌係咪好洗腦㗎？係咪聽到幾次啊？跟住就會係咁唱，係咁唱，係咁loop 住呢，就有一個洗腦嘅感覺。咁其實有啲人話基督教就係音樂嘅宗教啦，即係歷世歷代其實好多唔同年代都有代表嘅基督教音樂。可能我哋而家成日唱嘅奇異恩典啊，或者再早期啲我哋未必認識嘅音樂，就係讓人哋可以喺除咗理性之外，亦都有一個感受上可以經歷透過歌詞，透過旋律。咁你話係咪洗腦呢？咁你文字都係洗腦㗎喎，係即係唔一定係旋律㗎。但係音樂有一個好獨特嘅魅力，就係即係可能無論你信又好，未信又好，你聽到嘅時候你可能會跟住哼啦，你可能會譬如話將你嘅情緒能夠可能表達到出嚟啊，釋放到出嚟。但係你相比文字，你會感覺係遠少少嘅。做基督徒咁，其實當然要讀聖經啦，要祈禱啦。咁但係其實冇對立嘅，即係唔等於你唱咗詩歌，你就等於你唔祈禱啊，唔睇聖經噶嘛。係啊，咁同埋即係唔同年代有唔同嘅福音工具啦。咁只要我哋嘅個信仰係純正嘅，咁我哋用唔同嘅工具去接觸唔同嘅人。咁特別而家年輕人啦，可能未必淨係音樂同文字添啊，可能要再多一啲嘅 social media 或者更加其他方法。咁呢啲我覺得都係中性嘅工具，讓一個純正嘅信仰可以俾佢哋認識，可以打入佢哋嘅心，去回應佢哋嘅需要。第五位新上榜歌曲《曠野回聲》，復甦，作曲編曲主唱 Motoland， 填詞歐陽俊生。又係一個喺英國嘅年輕團隊啦，咁啊，佢哋呢2個月已經出咗3首作品，咁啊，呢首歌嘅主題係好特別嘅，以西結書37章3至10節，就一嚟個歌詞畫面就係啲白骨咧荒涼嘅畫面，咁但係以西結嗰個預言就係話即係呢個枯骨嘅生氣成為大能嘅軍隊，咁佢希望我哋新一年嘅新一日咧，即係願即係呢首歌嘅旋律都好似靈風咁樣，讓從上面而嚟嘅生命力咧去注入去我哋嘅生命，去引導我哋咧見到咧嗰個未曾離棄我哋嘅神嘅恩手。平原上白骨甚多，我在骸骨四周經過，慨嘆極其枯乾，耶和華你聖靈奏歌，頒布語言啟示我，你問我肉身死亡能否重活過，其實做萬物的你已清楚。第4位新上榜徐偉賢，從無閉幕的那些日子，作曲填詞徐偉賢。哇，都有一段時間咧冇聽阿 Paco 嘅新歌啊，大家唱嚟唱去都係當你走到無力。係啊，咁啊聽翻佢嘅故事啦，原來咧佢5年前呢，佢就開始失眠啦，身體狀況就好差。呢首歌係佢咧抑鬱嘅抑啊，抑之3部曲嘅第一步，就係咧好似咧嗰個失眠咧從來都走唔到咁樣，去 loop 住，令到佢咧好辛苦，個情緒爆發。但係最後咧亦都咧經歷神嘅醫治嘅，呢個咧係第一步。你聽下咧佢咧嗰一刻嘅時候嘅無力。如果大家有真係類似嘅狀況咧，希望呢首歌咧可以治癒到你。自那夜躺下，關燈蓋被盡睡，閉上眼睛本想專注入夢之旅，
睡到夜半驚醒，腦海裏盡浮現恐懼，煩亂不安情緒於深宵佔據，盡努力閉目，輾轉反側難平靜，試着重複低聲禱告，像是已失靈，告別了沉睡這種本領，負能在我的身軀索命，靈魂被抽乾嗎？留待確認。夜已深如何閉幕？日復日怎過？困惑伴隨着不安，一到夜裏找我。面對焦慮與恐慌，蔓延到心房，未有消失過，未曾得到最終答案，渴望有人能睡到失去第三位，再一次上榜，原子和聲在哪裏你手必引導，作曲填詞主唱李俊廷。呢首歌佢哋已經出咗一段時間啦，今次呢就係佢哋 Worship Live 嘅現場嘅版本啦。咁我好記得作者大 B 講，即係其實佢寫呢首歌嘅時候，去透過即係詩篇139，真係去神去不斷去帶住佢哋行嘅時候，特別係想送俾即係唔喺香港啦，或者移居外地，或者係面對一啲困境嘅弟兄姊妹而寫嘅。可能有人會質疑嘅呢首歌可能淨係講神嘅覆蓋、神嘅保守，即係咪唔需要自省呢？咁樣咁，但係其實詩篇139篇係寫到咁多就咁多啦。咁當然即係如果我哋遇到困境嘅時候，我哋有自省嘅能力，當然係好啦。咁但係如果我哋喺深淵裏面嘅時候，可唔可以去呼求神去嘅拯救，讓我哋去睇神嘅光照，睇神嗰個救贖，同時間去諗下究竟我哋身邊嘅人去回應佢哋呢？依靠其實就唔係等於躺平嘅。或躺下，或走路，我意念你都細察，你都知道。或安靜，或風暴，每句話你都細聽，沒有不知道。前後環繞着我遮蓋，無盡無止境的深愛，奇妙如此不可察透，只想跟你走。是你恩手引導我一生每步，令我攀過高峰，跨過低谷，每步走進未知的路。是你親手引導我這生旅途，教我不怕遠飛到海極，神引手必引導，扶持一生到老。第二位，同心圓原來主你是那光，作曲填詞連浩恒，編曲 TWS Band， 比上個星期下滑咗一位啊。都係上次講啦，呢首歌係佢哋嘅 Camp 嘅主題曲啦。呢個主題呢，其實外國歌呢真係有好多 No Longer Safe 啊咁樣，好開心！真係廣東話歌呢有一首即係咁 highlight 呢個主題，讓我哋呢知道呢，我哋唔係再做奴隸，我哋呢唔再被罪捆綁，我哋呢就係呢神寶貴嘅兒女，神係揀選我哋呢，即係要跟隨佢，去因信稱義，去成為一個合乎佢心意嘅人。太多荊棘，每天像被奴役，
自面對無盡黑夜，祈求能找到一點曙光，直到一天遇上愛我的主，你用慈聲輕呼喚破碎的我，說你不會撇下，我不是孤兒，窮到絕處，你仍應許同在。原來主你是那光，漆黑中的曙光，幾多挫折無望，仍有你作依傍，為我解開束縛，賜聖靈作幫助，受加救贖，讓我不再是奴僕。靠着愛我的主，我已得勝有餘。從此再沒困難可將你愛隔絕，告別孤單破碎，我是神寶貴兒女，在你愛裡沒有恐懼，有安穩的確據。第一位，再一次上榜，鹹蛋音樂事工活在你愛中一切完美。作曲 Odie Wong， 填詞 Glory 張 Odie Wong， 編曲 Jeffrey Lui， 主唱 Microphone。呢首歌係 Odie 咧，靈感係嚟自創世記32章咧，雅各同神摔跤嘅故事嘅。咁佢覺得佢自己咧都好似雅各，有啲同神摔跤嘅時刻，即係覺得自己最叻最自滿嘅時候，有好多嘢想要，偏行己路，執着一啲嘢，但係咧環境同埋際遇又唔容許，又得唔到，咁佢好嬲神點樣咁樣對佢咧咁樣。神咧就係透過咧即係呢首歌嘅創作嘅時候，就話翻俾佢聽，當頭棒喝，好似雅各咧俾神人咧摸到大髀咧，咁就瘸腿啦。雖然呢個掙扎係好痛苦或者唔容易嘅，咁但係呢，佢寫嗰兩句歌詞，如果心裏面有能力，在你愛中咧一切完美，就係讓佢自己咧反而係學識放低，去換嚟神平安嘅禮物。神咧嘅意念係超過我哋意念嘅，我哋要放手先可以從雅各變成以色列，從搲住祝福變成咧搲住祝福嘅神嘅。希望我哋咧都好似作者一樣明白雅各呢個瘸腿嘅記號咧，其實帶嚟神祝福嘅臨在，痛苦嘅背後咧一樣咧有神嘅美意。好，聽聽今個星期冠軍歌，鹹蛋音樂事工活在你愛中一切完美。我總靠着自己，要得到這一切福氣，迷失了只因渴望完美，從醉中醒覺，收起那日志氣，亦當天失交也沒放棄，我敢放下自己，那誰在假裝掩飾我，體恤我軟弱，拖帶我跨過，承認你是神，從今作你子女，我願意降服於你。那天我不忿身心角力，極害怕失去找緊所愛，你深深教導，就在那刻我懂得放開。如今我心裏有了能力，活在你愛中一切完美，讚美歌唱，銘記所教導理。
誰在假裝掩飾我，體恤我軟弱，拖帶我跨過。承認你是神，從今作你子女，我願意降服於你。那天我不分身心角力，極害怕失去找緊所愛。你深深教導，就在那刻我懂得放開。如今我心裏有了能力，活在你愛中一切完美。讚美歌唱，銘記所教導理。那天我不分身心角力，極害怕失去找緊所愛。你深深教導，就在那刻我懂得放開。如今我心裏有了能力，活在你愛中一切完美。讚美歌唱，銘記所教導理，此刻謹記。